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6月2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6篇，利未记第9章22节到第10章的11节，哥林多后书第13章第5节到第1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被建立。基督信仰是建立在人跟上帝的关系，不是为了自己的蒙福，更不是为了要徇私，也不是为了要破坏财会。就如同三峡教会的建堂一样，有许多人在问，你们有自己的土地，又有自己的礼拜堂，为什么要拆建？还说那不是古迹吗？当然，我们可以理解提出这样疑问的同工们是有一些错误的讯息以及概念。首先呢，三峡教会旧的礼拜堂，它当然不是古迹了因为呢，它只使用了71年，在拆除的当时它是在1952年的8月10号启用我们用了71年，然后再拆除掉。对，它曾经被列管访查了4年为什么会被列管呢？因为考虑作为历史建筑，因为不到100年。但是呢，后来取消了列管，原因呢是新北市的建筑师工会呢，他们来做鉴定之后，建议必须拆建。那为什么要拆？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啦那另外呢，也就是因为我们的宣教空间检讨的时候呢，这个原建筑无法通过安全检查。更因为当时候不是建筑师所画的这个蓝图来建造，因此没有保存登记，没有使用执照，也没有消防检查的证明，许多的社区要使用的空间都无法使用。因此三峡教会在讨论超过30年之后，终于在2015年的合会当中通过小会全派的建堂委员会开始来运作。这个目的是透过拆除的过程来达到建立的目标。我们要建立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，一个万人祷告的圣殿，一个宣教的空间，然后一个社会服务的中心。正如同利未记第9章22节到第10章第11节的经文，摩西所提到的那个会幕的功能一样。圣经这样说，记载说，亚伦献了赎罪祭、烧化祭、平安祭以后，就举手祝福人民，然后从祭坛上下来。摩西和亚伦进入上帝的圣幕，再从那里出来祝福人民。这时候上主的荣耀向全体民众显现。突然间，上帝降火焚烧了烧化祭和祭坛上的脂肪。人民一看见这个景象，都欢呼，俯伏在地。第10章，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成了火，烧了香，把它献给上主。但这是凡俗的香火，因为上主并没有命令他们献这香火。突然间，上主降火，在自己面前把他们就地烧死了。于是摩西告诉亚伦，上主曾说，侍奉我的人必须尊重我的神圣，我要向我的子民显现我的荣耀。这件事你就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了。但是亚伦默不作声，
摩西招了亚伦的叔父薛谢的儿子米沙利和以利撒反来，告诉他们，把你们亲属的尸体抬出圣所，带到营外去。他们遵照摩西的命令，抓住了尸体的衣服，把尸体抬到营外去。摩西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，你们不可披头散发，也不可撕裂衣服，表示哀悼，不然你们一定死亡。上主也会向全体会众发怒，但是你们全体以色列同胞可以为上主降火所造成的死亡事件来哀伤。你们不可离开圣墓门口，不然你们一定死亡。因为上主的圣油已经使你们成圣了。于是他们遵照了摩西的话做了。上主告诉亚伦，你和你的儿子们喝了淡酒和烈酒以后，不可以进入我的圣所，不然你们一定会死亡。你们的后代必须永远遵守这条例。你们必须辨别圣俗，礼仪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，你们要把我借着摩西颁布一切法律教导以色列人。基督信仰更是如此基督徒必须要被打破，不是为了自己，要被拆毁，然后要被重新的建立。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必须要自己审查，要考验自己是否能够通过，是否能够被拆毁，重新被建立。因为被建立，这个才是圣灵工作真正的目的。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到第10节，保罗这样说道：你们要审查自己，考验自己，看看你们是否通过信心的生活，除非你们完全经不起考验。你们应该知道耶稣基督在你们的生命里。我希望你们知道，我们并不是经不起考验的。我们祈求上帝使你们不做任何的坏事，这不是要表彰我们经得起考验，而是要你们有正直的行为。即使我们被当作是失败的，我们也绝不能做任何敌对真理的事，只能维护真理。我们软弱，你们刚强，这是我们应该高兴的。我们所祈求的就是你们会成为完全。因此我在离开你们时写了这封信，好使我跟你们见面的时候，不必使用主给我的职权严厉的对待你们。主给我的职权是要建立你们，而不是要拆毁你们。保罗劝勉教导人，其实是为了要建立，虽然他是非常的严格，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建立基督徒的信仰，为了要建立基督化的教会。诗篇16篇，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对上主说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。上主忠诚的子民是多么的高贵啊！跟他们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喜乐。追随其他神明的人招惹无穷的祸患，我绝不参与他们的祭祀，也不祭拜他们的神明。上主啊，你是我一切福分的源头，你掌握我的生命，你的赏赐多么的佳美，你给我的地业多么的令人喜爱。我颂赞上主，因为他指导我，夜间我的良知唤醒我，我时时体会到上主在我的面前，他在我的身边，我不至于动摇。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安稳自在。因为你不会让我下阴间，也不容许你忠贞的仆人见冥府。你会指示我生命的道路，
在你的面前我满有喜乐，在你的身边我有永远的幸福。感谢主，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赐下救恩，让我们因为圣灵而被重新建立，成为主的仆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